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台东市8月21下晡有一间汽车的保养厂，互人用空气清是连大3称。头家发现有一台发财伊头前的玻璃是全部拢互大甲裂开，警方已经抓到嫌犯，也毋过煞毋知影伊这开枪的动机是啥物，目前会加强巡逻，维护安全。 台东市山西路这间汽车保养厂监视器录到嫌犯伫大路斜对面镜头花开完枪，真紧开车离开画面。事发了后，头家为涂骹捡到技术清洁卡，保养厂的一台小货车的挡风玻璃也放下着避开，随报警处理。他车往这边经过啊，然后回头啊，停在对面那边，然后刚好射我的门口。 这件开枪事件发生在21下到4点左右，警方调看事发地点沿线的监视器，发现嫌犯开车往成功镇方向逃走，通知成功分局查车，抓到一名20多岁主嫌甲一支空气手枪掺枪支，因为开枪的动机不明，嫌犯以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甲戕害罪，移送地检署侦办。现场遗留塑胶 BB 弹3颗，专案小组查出涉案车辆以车追人，于当晚 查获嫌疑人黎姓男子起出其犯案用的空气枪。台东市定传出开枪事件，这个月初9也捌发生一件民众摕空气枪随机开枪的事件。顶个月伫台东机场跑道外的大路，也有不明人士向反光镜用空气枪射击。警方表示会加强巡逻勤务处理。记者综合报道。